有国务都有什么认得他？开玩笑，身为国务可能就不认得他。配合他们反复啊。小心哦。大家好，那我是卫生福利部部长，也是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。那在这里跟大家报告啊，由于在这馆内有相关的人员染疫，那也有一段时间，那造成有可能的一个传播链，那有可能在环境上有风险，所以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决定要把大家都撤离到集中检疫所。那造成大家的不方便，我们感到歉意。那不过集中检疫所是现在最安全的地方，大家及时的隔离，不但会保护自己，也会保护到家人，也会保护到社会。那我们会尽全力把大家安置好，不管在安全方面，或在食衣住上面都会提供好的服务。当然也有医疗的人员在集中检疫所。那到了之后，我们需要立即开始做我们的相关的检验，让大家明白，在现在这个时候，大家身体的情况怎么样。所以请大家要配合。那可能在这时候，等一下员工会个别的通知什么时候要到下面集合，让我们一批一批到集中检疫所。那最后大家辛苦了，谢谢大家。